觀瀾版畫村嘅前身係大水田村，建築風格用咗客家排屋形制，構成獨特民居風情。喺呢度隱藏住客家文化嘅珍貴寶藏，同時又保留古老嘅建築，等緊啲人嘅探索。村入面嘅宗祠，成為咗村民崇拜祖先嘅重要場所，俾人感受到對歷史嘅尊重。夏天盛開嘅向日葵，充滿陽光氣息。呢片花海為觀瀾版畫村帶嚟無限色彩。喺田野，向日葵綻放嗰時，形成金色嘅海洋，俾人感受到大自然嘅壯麗。佢嘅花帶得嚟好靚，花瓣呈現明亮嘅黃色，形狀好似太陽，象徵住光明同希望。觀瀾版畫村嗰啲含苞待放嘅荷花，就好似一個清純嘅少女，散發出優雅嘅魅力。每個花苞嘅形狀圓潤，曲線柔和，好似少女嘅面龐，透露住一種純真同柔美。翡翠嘅綠葉包住靜默嘅荷花，使到顏色更加鮮明，似乎係大自然精心嘅設計。喺陽光下，花苞逐漸膨脹，正正話俾我哋聽，每一個生命期待緊光明嘅未來。荷花嘅靜默代表緊真正嘅美，要用時間孕育出嚟，呢個璀璨成果係值得期待。微風吹過嗰時，飄散住醉人嘅荷花香氣，令人神迷，叫人感受自然嘅恩賜。喺呢個荷塘裏面，每一朵荷花象徵唔同嘅夢想，代表緊每一個希望同可能性。每一個嚟呢度探訪嘅人，感受到客家文化嘅魅力，讓呢份珍貴嘅傳承可以延續落去。觀瀾版畫村唔單止係一個觀光景點，更加係一座活生生嘅獨特文化博物館。